AI 攻擊人類大腦，企圖抹走人類記憶。你有冇信心揾翻消失嘅記憶 ？TVB 全新記憶問答遊戲節目，題目涵蓋唔同類型，大家準備好未？Game start！首先係生活常識題，被 AI 抹走嘅霓虹燈牌上面有啲咩字呢？跟住係交通題，喺呢幅港鐵路線圖上唔見咗邊個站呢？到劇集題啦，被 AI 抹走嘅電視劇名係咩呢？消失嘅部分可唔可以揾得翻？每集比賽，藝人將會組成兩隊強隊列陣對壘，挑戰各式各樣嘅題目，同家庭觀眾一齊施展記憶大法。超級現金大獎就喺面前，邊隊可以捧住巨獎笑住走？就睇你同 AI 點大鬥法啦！ AI 可以抹走畫面，但係絕對唔可以抹走我哋嘅記憶。由我主持嘅全新問答遊戲節目《弊傢伙》，有嘢唔見咗 ，Something is missing，一齊尋回記憶。